来三个祈祷，主爱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阁有机会伫遮参加敬拜。我要阁参加来学习祈祷的功课，求你通过阮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通过罗卜的水，教示阮，互阮祈祷的生活，互阮更较亲近你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拄仔读的圣经吼，是初代教会头一摆拄着真大的迫害。咱有读到吼，希律下手，毋若掠人，佮杀人，杀雅各。雅各是约翰的兄弟啊。看到伊杀雅各了，感觉一寡犹太人对伊有好感，伊掠彼得。你咱家想象，伫迄个初代教会，即两个拢大领袖，一个已经互杀死啊，一个互掠去，因一定足紧张的啦，总是足无奈。无奈吼，规个圣经讲规个教会迫切替伊祈祷。彼得伫个家内，外口大家咧替伊祈祷。你毋知会记得伫1979年12月，高雄事件、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，国民党开始掠人，掠一寡牧师、新阿兄。过年的4月，掠咱的总干事高俊明牧师。迄个时阵，甲咱今仔日读的圣经真共款，有人互掠去关监，教会大家替伊祈祷。上伫1979年的11月，恁毋知会记得伫伊朗的美国大使馆，所有的大使馆的官员，互伊朗的甲掠起来，做人质，为着即个。迄个时阵的总统卡特呼吁全美国大家替这个人祈祷。相反，真无奈，只有剩祈祷一条路，大家迫切祈祷。这无啥物毋对。咱今仔日嘅圣经，甲我拄仔提起这两个，真相款，敢毋是？有相款的所在，有倒会无相款？我想无相款是伫迄个时间的问题。圣经甲咱讲，彼得互人掠入关监，要审判的前一暗哦，上帝等到要审判的前一暗，才出手，天使入去。路加写甲真清楚，讲天使去架大伊的肩头，甲叫好醒。老实讲哦，我真正学了彼得呢。雅各什么人？咱对主日学的他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三个人名定定做伙，因是好朋友呢。一个好朋友拄去互杀死，即马换着伊啊！伊困下去，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呢。我真正学了伊，迄前一暗伊困下去，天使甲搭伊的肩胛头，伊精神，伊含面，毋知影啥物代志。天使叫伊穿衫甲穿鞋，好。伊嘛是含面爬起来，叫伊讲你换衫抹咧，好换衫抹咧，对我出来，对伊出去，对伊出去。伊一直去到外口去吹着冷风，才知影讲，伊真正出来啊呢。所以彼得对头到尾嘛是含面哦。总是时间上来讲吼，上帝马上出手。高牧师甲其他遐教会人，甲一寡咱美丽岛遐朋友，互咱关6、7年，有诶关高牧师关4年才出来。即中间，因继续为因祈祷。老实讲，若我迄阵啊伫台湾哦，叫我继续祈祷4年吼，一礼拜一摆吼，咱老实讲。我家己做牧师，我坦白甲你承认，我大概往那冷去啊。
但上帝是安怎对彼得就遮尔紧，对高牧师因就遮尔慢，我毋知，我毋知。总是基本上，上帝的拯救伫遐，有人互掠去，教会大家替伊祈祷，这是上款的所在。上帝，咱普通伫想吼，咱祈祷上帝应我的祈祷是安怎？就像彼得安尼啦，我祈祷几摆啊吼，上帝就照我的意思甲我做，安尼上帝有听我的祈祷，对毋？就爱安尼，佫等遐尼久吼，你会感觉当上帝是有在听无？咱讲这叫做信者，这有影是信者。总是彼得吼，伊当事者，伊含面，伊嘛尾下才知影呢。那伊出家了后，走去，伊知影有人伫遐咧替伊祈祷，可能有人甲讲过啊。伊走去遐拍门，内底咧替伊祈祷。我相信因祈祷一定讲上帝啊，求你想是，互彼得平安，紧放伊出来，互阮，因为阮真需要伊，伊是教会领袖，一定是讲这代志啊。彼得拍门，一个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落台来应门，听到彼得的声，伊未顾得开门，这路加写甲足戏剧性吼，未去当开门。去甲因讲，彼得徛伫外口，因有信无？因无信咧。祈祷归祈祷吼，因无信哦。因讲，你咧发狂。英语的圣经写讲应该讲 ，You are crazy。真正是写 You are crazy。这个查某囡仔讲有影啦，伊就徛伫外口。有人讲啊，你是看到伊的天使啦。天使是写甲真文明啦，看到伊灵魂啦。因有人想讲彼得已经死啊呢，你是看到魔神啊啦，台湾有做魔神啊，你看到彼得魔神啊，因无信到这个程度，你知影？因为我毋是要甲初代教会信徒闹开，绝对毋是。我干那要甲咱讲吼，对祈祷这项代志吼，大家拢共款啦。你有感觉上帝敢有咧听咱祈祷？你捌安尼感觉无？这毋是干那你感觉，咱拢讲初代教会信徒，因足有信仰的，因甲上帝因祈祷，上帝拢会听。因为今仔日咱看这个故事，因。祈祷归祈祷，彼得徛伫外口拍门，无一个要信的。因为这因对因来想，希律叫遐侪人咧顾，彼得哪有可能出来？这叫做 logically 无可能的代志啊！这带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咧祈祷，咱咧求上帝，咱偌 serious， 你偌认真，你咧祈祷真正的，还是罔祈祷？我无管你讲啊，我家己嘛共款，我承认嘛共款。咱普通时咧祈祷吼，真正的，咱咧祈祷的是咱偌 serious。所以换倒转来讲，伫咱今仔日大这个世界，我想毋是干那今仔日的世界尔，对祈祷大家拢无真了解。即马这个世界真世俗化有影，祈祷的人愈来愈少。咱做基督徒，咱逐礼拜拢咧祈祷。恁伫恁的生活内底，我也相信恁有咧祈祷。总是祈祷的人愈来愈少。有人甚至感觉祈祷根本就无需要。咱住伫这个世间，就像顶礼拜所讲的，这个宇宙是伫这内底
所有的代志拢是有原因有结果，你会当分析，你会当去找原因。啊，祈祷这个代志是懵懵渺渺的代志。我对到底咱祈祷的，我拄仔讲，咱的态度是，咱是偌 serious。我知影这个问题真歹用啦，这个问题真歹用啦。总是我家己的看法是安尼啦吼。咱知影讲，一般的人对祈祷无咧重视，甚至有人感觉祈祷无要紧，无需要。知影这个代志是一项代志。克服伫这款想法的下面，迄是另外一项代志。咱知影咱的环境是安尼，毋过咱若原来克服伫这款想法的下面，啊，这是真大的代志啊！不论人安怎否定祈祷，不论伫否定祈祷的迄个论述讲甲偌尼有理。你我咱做基督徒，咱信上帝，祈祷应该是咱生活的中心。咱讲上帝是咱的天父，你敢捌看到一个囡仔讲，我知影我有父母，毋过我毋捌甲阮父母讲话，我嘛毋捌听因甲我讲话，敢有这个代志？有啦，有人会讲啊，我爸母我无必要有这个囝啦，有啦。总是咱嘛知影这无应该，敢毋是？亲像我顶礼拜所讲的，咱是住伫一个荒漠的宇宙的内底，啊是伫这个宇宙的外面有这个开放的宇宙，底下上帝在掌管。伫这个荒漠的宇宙内底，有可能希律在掌管，啊，咱感觉无出路。总是咱做基督徒，毋是这款想法啦。彼得互人关伫家内，教会迫切为着伊祈祷，为着受关家的人祈祷这项代志，已经是因有信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，因的信仰的表现。这咱爱家肯定，有信无信，这尾啊，我拄仔讲的，总是因会晓去祈祷。有时是感觉都无办法啦，都祈祷以外无办法，这也有可能。毋过至少因也会祈祷。你若完全无信的人，啊，就毋免阁讲啊，啊，你互掠去，阁去看安怎才阁讲啊。所以，咱会当相信上帝，咱会当自由向上帝求讨。假使若真正有人互人为着信仰掠去关，咱替因祈祷。若有咱的朋友、咱的亲人身躯病痛、心情困苦的兄弟姊妹，咱原来会当替因甲上帝祈祷。亲像圣诗所讲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咱有安尼信啊无？卡巴尔顶世纪的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，伊讲一句话，伫讨论祈祷，真简单。啊，我感觉这足有意思的。伊讲祈祷是上帝邀请咱甲伊做伙大。这句话真通互咱想，祈祷是上帝邀请咱甲伊做伙大。上帝邀请咱。是邀请，所以你会使讲我袂去啊。人要请我讲袂去，袂使，会使。这是上帝原来有咱有这个自由，伊袂强迫你。上帝互咱有这个自由，所以祈祷需要个人的决断甲操练。你一定捌听到人讲一句话，讲对基督徒来讲，祈祷应该亲像呼吸共款。你捌听这句话无？讲亲像呼吸。老实甲你讲，我听这句话吼，我知影因的意思啦。啊，老实讲，这句话也对也毋对啦。哦，祈祷
应该对基督徒来讲，应该亲像呼吸。我后礼拜要讲到或者 pray unceasingly， 袂使无祈祷啦，爱拢不时爱祈祷。我后礼拜要讲不时爱祈祷是有可能啊无？不时爱祈祷，你不时咧喘气嘛，所以不时爱若讲祈祷是亲像呼吸，这世上根本毋对。毋过我爱讲的是吼，我要讲的是吼，祈祷是呼吸无毋对，毋过祈祷无亲像呼吸遐尼简单啦。我是干那要讲安尼，祈祷无亲像呼吸。我真正咧是，因为我家己嘛有迄个经验吼。祈祷需要操练，祈祷需要讲我决定我要接受上帝的邀请，迄需要功夫呢。伫马太第6章，耶稣教咱祈祷的代志吼，我有创第6节出来啊吼。我真爱咱即个新的翻译吼，近代完成。即句我特别听，伊讲你祈祷的时，就是去房间内关门，对你点点仔伫看的天杯，对你点点仔伫看的杯球，安尼点点仔伫看的你的杯，会甲你报赏。迄点点仔伫看，吼，迄足台湾味哦。这是巴结勒是讲伫静静的中间伫看，点点仔伫看。因为耶稣即句话吼，即句话讲足侪代志呢。阮的祈祷讲足侪代志。头一项，伊讲你祈祷的时，英语会说 when you pray， 毋是 if you pray， 是 when you pray。你祈祷的时，祈祷爱是咱的一个习惯。你祈祷的时，咱爱养成祈祷的习惯。习惯需要培养，咱祈祷徒，你若甲问祈祷好无？当然祈祷当然好。这个你凊彩问人讲运动好无？大家嘛甲你讲好。不过，大家有咧运动无？运动的习惯需要培养，好的习惯拢总需要培养。迄个培养的过程哦，真正足无味的呢，真正足无味。咱看遐奥林匹克咧走啊摕金牌遐人哦，因咧训练的时间啊，因家己知影偌艰苦呢，咱拢毋知呢。迄是一款操练，习惯爱操练。第二项。伊讲入房间关门，对上帝祈祷。入房间关门，这是爱故意去做才做会到的代志，毋是随随便便。你爱入去房间关门，家己祈祷。这耶稣伫遮所讲，甲咱讲的是祈祷爱有祈祷的习惯。搁一项有故意要祈祷迄个意愿，入去房间的内底祈祷。是简单的一节，咱看到足侪物件。伊甲咱应允讲，你若安尼，上帝会甲你报赏，上帝会甲你报赏。耶稣家己常常去山顶，家己一个祈祷。伊讲哦，狐狸有空，飞鸟有寿，人子无看头家的所在。我想伊要找一间房间祈祷，感觉逐个无房间通祈祷，伊拢去山顶祈祷，家己一个去山顶祈祷。现在圣经学真侪摆，去到克西马尼园的时，伊真需要人的扶持甲帮衬，有需要人甲斗做伴。伊带叫其他学生伫遐等，伊带3个学生走较进前，叫因伫遐坐，伊要去祈祷，因拢爱困，
拢在困，因欠迄个祈祷的操练啦。我毋是伫，若我伫遐，我可能我真爱困的人，我无得较，我嘛是困啦。总是耶稣伫遮，你若要甲人帮助人祈祷，支持人的，支持耶稣，你爱困，你嘛目睭爱闭好紧啦。所以耶稣看到因两三摆，拢总伫困的时，伊甲因讲：恁着警醒祈祷。你警醒甲祈祷，迄是爱功夫的代志。可能2礼拜后，我会用耶稣的迄个克西马尼的祈祷，甲咱三甲分享祈祷的代志。但伫遮互咱看，佫一款的祈祷，佫一款的祈祷，我或者讲，甲上帝拍911，危险啊！我拄着啊！例如耶稣伫克西马尼的祈祷，迄是对上帝拍911的祈祷。遐个教会人为着彼得关伫监狱内底祈祷，迄是911的祈祷。台湾教会为着高牧师，也是讲美国人为着因遐人质祈祷，迄拢是911的祈祷。911的祈祷吼，常常互人感觉讲上帝无在听，上帝无应我。像我拄仔所讲的，时间的问题。若像彼得的代志安尼，咱就讲啊，上帝有影有应。总是若着等的时，咱常常会当上帝无在听。其实我捌想这个问题，其实我感觉哦，上帝甲你应吼，有 yes 嘛有 no 呢。会使甲你讲 yes， 无就是无啊。我捌读到一篇文章哦，我袂记迄是啥人写的，内底讲几项我永远会记的。迄个讲吼，你若无祈祷的习惯甲操练的人吼，上帝讲 no， 你听无啦。佫一项，准你听有吼，你也无法度通接受迄个 no。这有影，你甲想看觅。伊讲上帝甲你讲 no， 你若无祈祷的操练，无祈祷的习惯的人，你毋知影上帝讲 no。啊，准你知影，你嘛无要接受。耶稣求上帝，若会使，莫互我顶十字架。上帝的答案是 no， 耶稣知影，伊接受。伊佫讲一项哦，有祈祷的习惯，甲有祈祷的操练的人吼，当时啊，就停止祈祷，伊拢知，这真趣味的代志哦。伊讲哦，有一个有祈祷的操练的人，当时啊，伊上帝讲喏吼，伊袂阁甲上帝吵啦。伊用一个咧，就是吼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9、第90，保罗讲的。你会记保罗讲，撒旦伫我的身躯甲我囥一支刺。我3摆祈祷上帝，3摆对犹太人来讲是真济摆啦，因为所以3摆是常常甲上帝讲，总是上帝甲伊讲，有我的恩，你着到遐。伊无去要求上帝，所以这个人用这个讲，保罗因为伊甲上帝真亲近，伊知影上帝讲喏。啊！上帝甲伊讲有我的恩典，你到遐，伊无阁求，伊知影当时爱停止，因为这实在是真奥妙的代志哦。祈祷是上帝邀请咱甲伊做伙大，我问咱，拢会接受上帝的邀请，拢会常常祈祷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你的话，搁再一摆提醒阮爱常常祈祷。阮有时贫惰，有时受世俗的影响，阮心思对祈祷、对你
失去信心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接受你的邀请，互阮甲你做伙大，互阮伫你的内面受你的保守，享受甲你是阮的天父即款的感情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